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收看由七彩戏剧频道为您带来的《经典回眸》。粤剧发源于浙江嵊县，上海这个大都市为其提供了开花结果的土壤。如今，粤剧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剧种之一。2006年3月27日，正值粤剧诞生100年纪念。当时，粤剧发源地嵊州和粤剧发祥地上海进行了一场双向异地传送的直播纪念晚会。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等老艺术家率领中青年演员钱惠丽、单养平、方亚芬、张瑞红等共同参与了这台晚会的表演。此外，晚会还邀请了其他剧种的著名演员客串演出，共襄盛举。最终，这场纪念晚会展示了从男班、女班到粤剧十姐妹各个时期21位代表性人物的27个知名唱段，带领大家再次感受了粤剧的独特魅力。尊敬的各位艺术家，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2006年是我们中国粤剧的100年华诞。今天晚上，我们要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在这里隆重的举行纪念中国粤剧诞辰100周年电视文艺晚会。今天我们的晚会跨越了粤剧的发源地嵊州和粤剧的发祥地上海之间空间的距离，史诗般的呈现粤剧100年的辉煌与飞跃。今天呢，我们在嵊州还有一个直播的现场，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嵊州的现场。白燕生，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嵊州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10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6年的3月27号，嵊州、陕西两地流传数十年的落地唱书，在甘陵镇东王村的草台上演变为戏曲演出形式，由此拉开了粤剧发展史的序幕。是啊，此后呢，粤剧从浙江进入了上海，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经过100年的演变，目前可以这样说，粤剧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之一。岁月回眸，100年流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历史的车道，去辨认粤剧来时的轨迹。大家一起来看啊！思雅说唱草莓配购物配啊！小朋友，阿思雅说了，不是草莓配，是阿思雅说呢。今朝为大家唱粤剧的老调00调，草莓配家伙配，草莓配来家伙配，出口伤人不应啊给。像我是从来到此做女做马样样啊来，夜里做到夜晚啊昏，7点晨来能先要菜。根本侬自家不是不归天堂中，困到老爱婆起来，碰着女人色眯眯，看见天在两眼开，动不动开开就是家伙配。我看侬还不够给自己张臭动啊，翻个零我一零我一浪哎。哎，留步！大家说阿思雅所唱的好不好呀？我俩从小我教官的节目唱了不灵，年纪大了。不过我今朝要介绍一位比我年纪大得多、老的老的老前辈，粤剧团辈第一代的老艺人张永彪老先生，大家知道？有请张老先生。张前辈，我都能看头。前辈，张老先生，侬今年多少高寿？94岁。94岁哦哟，这都长命百岁。是啊，祝您长命百岁，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啊。那张老先生，您过去自己唱的戏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啊。那今天粤剧100年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您是不是给我们来2句？大家说好不好？要的，来。
生平歌舞问真说，上水彩舞云雾花，天上彩云多鲜艳，雨下春色开百花。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水面清澈，水波荡漾。也许最初的创作就是那么的朴实，而它却为越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明水秀的古越之地孕育了诗情画意的越剧艺术。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的越剧名家，他们也几乎都是浙江人。1923年7月，有一个叫做王金水的生意人，在上海看了京剧、毛儿戏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嵊州的施家坳，创办了我们中国第一个女子越剧班。大家所熟悉的施银花、涂杏花，都是从这个戏班里走出来的。说到涂杏花，她可是越剧女小生的鼻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上海越剧院的著名越剧演员钱惠丽为大家演唱涂杏花当年的唱段《何文秀》，我们掌声欢迎。宾馆何文秀，奉为浙江靖安，顺道海宁，当扮江湖上岸，实应市井。我杨柳闻得真香，我骑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走。店家带我十拉元烟，我起身举杨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吃拉房，距离上院为来迎，迎过山里到富渡，举过六里富城，七宝两亭村大过，距离上院面聚会做起你呀强人，但见人家十来数文，一入上院多谬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还有竹拉布在，中间一对木拉对门，用须上前去推呀一拉推，为何因你把青天门关呐？快通了，快通吧，快通吧，那个！哎呦，当心点，我要离宫嘞！阿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上海呀？快点，快点，到了上海就好了啊！哎，大家一路要当心点哦！哎，相互照顾点啊！这些浙东水乡的女孩子，她们沿着村口的河流，背着钱，拉着船，挑起穷苦人家一担忧愁，背井离乡，闯荡江湖。她们对自己未来的前途都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大家快上岸来！上海到站嘞！爹，这就是到上海啊！侬看，刚过个路，还有小洋车嘞！哎呦，阿囡啊，这就是到上海啦！
哦哟，在家头唱红是不容易的啦。哎呦，看呀，张老板来接我们来了。哎呦，张老板啊，大哥辛苦的，辛苦的，辛苦。哎，俺老人家说了，需要做绍兴多办、绍兴文气、小锅办、地督办。大哥辛苦的，啊，早些休息啊，早些休息啊。好好。张老板，今天晚上演啥个戏份啦？今朝夜头先演贾红灯。请好啊，贾红灯啊，请请。好，走走走，来，大家走吧啊。徐老师你好。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知道过去我们这个徐玉兰老师不是唱小生的，他是文武老生，是这样吗？他对老师。那今天还有几位贵宾来，有请看看谁来了。六小龄童，今天那个老生就是俺老人家去给小生。哎，这位就是著名的影视演员六小龄童。还有我们著名的少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先生，84岁高龄的六龄童老先生，也欢迎你。那六小龄童，刚刚您饰演的是您的祖父张一生吧？是，我的祖父就是老达大戏院的老板，叫张一生。刚才我父亲在后台问我，他说他已经脑子晕了，应该是他叫我爹还是我叫他爹？这个他中国也革命了。对对，其实那时候老达大戏院就是给像绍兴大班、绍兴文戏提供一些演出的场所，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会所。同时呢，也给那些江浙一带的比较贫困的一些艺人给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我说我挺为我爷爷自豪的。哎，这个大家知道吗？当年这个徐老师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从老生改为小生的？就是六小龄童的祖父，他觉得徐老师
他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小生演员。所以当时啊，他正在和赵瑞花演这个《牛郎织女》，就当天晚上就从老生变成小生了。这可凡对越剧的确是不错哈，非常懂行。因为我是很早到老赵戏院的，我科班出来的时候就在老赵戏院演出，因为老赵戏院呢，确实在我们越剧界三花差不多三花一尊呢，都在他们那个戏馆演出。他们刚刚陆小玲都办的他的祖母，我们叫他老外国人。所以呢，那一次呢，叫我给小三老外国人一个，徐玉兰，侬去演小生，我想做啥演小生？个小生不来了，侬就上去。可我当然哪能好上去？侬来3个，我说侬上去化最去化妆，我就是这个样子给小生，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徐派，多不容易啊！所以徐老师啊，侬从老生改成个小生了，伊拉一家门交关有功，所以今朝8人华灯了，侬要谢谢伊拉一家门了啊！这样，我们让徐老师把您的花送给我们六龄童老先生，好不好？表示对张义生先生的感谢哈。那个是光我进老赵戏院，个是光也小嘞，我得去啊！所以我想，今天在台上的3代艺术家，他们所结成的友谊，他们共同为越剧的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们。谢谢我们越剧的前辈们，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其实说到任何一个剧种的发展，都离不开前辈艺术家的革新创造。你就拿越剧来说吧，从1942年开始，可以说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吸收知识分子的参与，在上海对越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于是呢，也就确立了越剧独有的艺术体系。这次改革呢，一方面促使越剧在沪上迅速走红，另一方面啊，也奠定了越剧立足上海、走向全国的基础。没错，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他说声腔的改革关系着一个剧种的生命力，所以呢，他在1943年11月在演出《香妃》的时候啊，与琴师周宝才先生合作，创造了柔美哀怨的扯调腔，后来呢，这个曲调也就成了越剧的主腔之一。接下来，上海越剧院的著名原派花旦华一清就将为我们带来这段原派代表作，掌声有请。有请。观众朋友们，站在我身边的是83岁高龄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范派的创始人范瑞娟老师。现在我们请他的学生张瑞红把一束鲜花送给老师，祝范老师艺术青春常在。那在1945年演出《梁祝》的时候呢，范老师首创了沉郁雄浑的弦下调，自此呢，弦下调也就成为了越剧的著名唱腔之一。那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再次来欣赏我们范派的魅力，有请我们著名的越剧演员陈琦为大家带来《洛神》选段，我们掌声欢迎他。谁问
洛阳。朋友们，现在我们请出的是80岁高龄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老师。毕老师啊，待人都非常和蔼，所以在文艺界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看见毕老师啊，都会叫他阿美。我们看到毕老师啊，就想起他的唱段：新四轮呀，新四轮呀。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4位优秀的七派传人，还有戚雅仙老师的女儿傅信文，共同为大家带来七派的经典唱段《红太阳》。听到这《红太阳》，我们就想到毕老师您的老搭档戚雅仙老师，是的，合作有50多年了吧？对的，半个世纪以上了。对，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现场，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哦，我也想讲个啊，这个红太阳啦，红太阳的辉煌，照亮了阿拉个越剧的舞台。如果没新中国，就没阿拉今朝的越剧，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建国以后，我们的流派的创始人、老一辈的艺术家呢，和许多的主创人员一起创作了一些经典的剧目，现在非常熟悉的《红楼梦》啊、《西厢记》啊、《梁祝》啊、《祥林嫂》等等。尤其是《梁祝》和《红楼梦》被拍成电影以后啊，可以说成为粤剧和电影的经典，走向全国，在全国的观众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上海多元的城市文化格局呢，为前辈艺术家提供了像电影、话剧、京昆还有其他剧种学习的平台。粤剧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本身就像昆曲啊、话剧啊，吸收了很多的养料。那么今天在这样的盛会当中，各个剧种的艺术家都赶来助兴，他们要联袂反串，为大家带来一组流派的联唱，大家欢迎。原来
官发悲呀，叫啥媳妇我啊给了，新官了，哎呀宝贝了，啊临死我的死心。媳妇姑娘，我是我的是悲娘，是心是悲不是娘，我怕不上不跟那两个娘。上人间调调，心中事谁人知晓？我言长自别。把地名终亏损，德配相国千金玉，流光似水，有十三秋。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梁祝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是您是否知道，在舞台上彩蝶双飞的动人故事背后，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很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呢？在我们晚会的先期呢，已经录制完成了情景表演《蝴蝶记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艺术家们他们的倾诉。每当响起这熟悉的旋律，
我们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感恩越剧。动人的旋律源于熟悉的乡音，越剧的蝴蝶飞上了小提琴的琴弦，翩翩起舞。梁山伯祝英台这个美丽的传说，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郑州市在电板上舞伴啊，在劳动之余，就会唱前面走的梁山伯，后面跟着祝英台，啊个铃哦铃铃哦，哦咿呀啷哎呀。一出《梁祝》，从浙东陕西的草台班唱到了浦江之滨的大上海，从深城的戏园子唱到了世界的大舞台。自建国以后，我们敬爱的这个总理跟陈毅市长在关怀支持下，我们新中国第一部拍摄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戏剧电影。1954年5月，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示放映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各国贵宾。正是这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开会，任大清跟周总理啊，他们打电话来叫我去到戏花厅做客。任大清看见我就说：“雪芬啊，恩来要向你报告个好消息呢。”雪芬同志啊，欢迎你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的两台出了风头啊！各国朋友或都是我们的茅台，讨论的就是你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啊，真的吗？哎呀，听总理一说，使我回想起1946年。那年9月，周恩来同志听说袁雪芬在演出《祥林嫂》以后遭到了迫害，他就不顾危险，赶到明星大戏院观看袁雪芬演出的《凄凉辽宫乐》。我是在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观看越剧，我虽不知道中共代表是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与会的全体政协委员。周恩来见到袁雪芬，就神采奕奕地向他走过去。雪芬同志啊，总理，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在上海，我就看过你演出的《凄凉辽宫乐》嘛。是真的吗？嗯。哎呀，我这个时候才晓得，1946年看我们演出的谁是这副主席啊？也就是在观看了《凄凉辽宫乐》以后，周恩来同志对越剧做了重要的指示。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的接近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耐心的引导他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越剧有观众，这就是力量。越剧有观众，这就是力量嘛。今天我们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也来参加我们的盛会。我们知道袁老师也是嵊州人，今天我们在嵊州有一个现场，您跟家乡的父老乡亲打一个招呼好吗？好的，亲爱的家乡父老兄弟姊妹们，我是前天到我家乡的，
我也来不及一家一家拜访，在我的家乡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一些我的老一辈，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乡哺育了我们。白燕生，你们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袁老师你好，我是白燕生。袁老师，我知道您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是今天看起来特别的精神呐。那这样，现场的嵊州的戏迷朋友，咱们用掌声告诉袁老师，我们是多么的喜爱他，好不好？好，谢谢嵊州的朋友。我记得袁老师啊，一直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小的时候是经过曹娥江，通过钱塘江，来到黄浦江畔。我想问一下，这个家乡在您的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位置？非常神圣，非常伟大。家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他们哺育了我们，也哺育了这个集中。我也感到，我也感谢上海，因为上海这么个大城市，让我们有机可以学习到各种营养进行改革。我更感觉到，要是没有党，我们这个集中怎能蜚声于海外呢？所以我在这里感谢很多，感谢我的父老乡亲，感谢上海人民对有机的喜爱，也感谢我们的党对我们的这样教育，我衷心的感谢。谢谢雪芬老师，谢谢。我得告诉你啊，李敏，刚才你表演的时候呢，王文娟老师正在上海通过大屏幕看着你的演出，太好了。王老师，您看看。王老师，我发现这个您的学生怎么都长得跟您有点像，是吧？那都是挑衅过的啊。不过现在没王老师好看。王老师啊，今天在这嵊州的现场，在我们上海的现场，应该说有很多你的学生，有什么话对他们讲吗？我要说的是，一，
我们越剧有今天的局面是党的关怀，二我们几代人越剧姐妹兄弟们团结创新的结果。我们也感谢前辈艺术家为越剧的薪火相传所做的贡献，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得说一说这个新时期的浙江越剧啊。当我们说起这个新时期的浙江越剧，我们想起一出戏，就是《舞女拜寿》。我觉得《舞女拜寿》是新时期浙江越剧的一个标杆式的一个剧目，因为这个剧目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涌现了很多的越剧小百花。它确实给我们的越剧舞台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听一听毛维涛为我们带来的祝福。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现在正站在西湖边上，我想通过镜头，我清唱几句《浪迹天涯》，来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现场的观众朋友。浪迹天涯，山长在。莫曾有人生远来。在青年人才辈出的同时，老艺术家们同样宝刀不老，不断地焕发出新的艺术青春，创排出一大批优秀剧目。这其中，傅全香老师在70高龄时创作的《人比黄花瘦》中，成功地塑造了女词人李清照的形象，成为傅派艺术殿堂中的又一经典。接下来呢，就请欣赏傅派传人陈颖为我们表演的《人比黄花瘦》选段，掌声有请。这一桩桩惊动了两人心弦，也才要让夫君成亲。一张张记录下千载风华，一句句分明字。你的一路辛苦，要为妻再敬你一杯，是人皆苦啊！不敬杯，为君牺牲，情同的家中父女不婚啊你，为得专攻一股。为变保天真为苦到世上下今他是我这骄你们心啊莫忘生人，来在里才是公家本大才是平静心。还小民有一群两三分，一位人生人忙紧紧碰上梦上，相信一定两心人最多，此情那要共此情。我们再回到上海的现场。刚才大家看到陈颖是代表老师到嵊州去参加演出。刚才我问了这个傅老师，当年他这个演李清照已经是70高龄了。
今年是83岁高龄，我们掌声还那么年轻啊！谢谢，亲爱的郑州市乡亲们，你的女儿在这里向你们祝福，向你们问好，我想念你们。白先生，你们听到傅老师的问候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傅老师您好，您听到家乡人民热情的掌声了吗？哇，真的很热烈，谢谢谢谢。傅老师，咱们现场的在嵊州剧院的所有的戏迷朋友，因为我每次来嵊州，我都能感受得到咱们嵊州的戏迷爱戏爱粤剧的热情。那这样，今天呢，咱们向远在上海的傅全香老师说4个字，那就是“傅老师好”，表达我们的心声。咱们一块儿来，好不好？预备，开始。乡亲们好，让我们上海的朋友也来一句好不好？来，1、2、3，傅老师好，谢谢傅老师，谢谢。粤剧承载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使命。2006年，一曲《天上掉下林妹妹》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响起，美妙的旋律、深情的演绎令世界折服。妹妹，今天是送不到京，天狼神剑，是第一件诚心莫一的字啊。粤剧100年的发展离不开前辈艺术家们的革新创造，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种种艰辛。今年也正值粤剧改革70周年纪念，众多的活动也相继展开。作为纪念粤剧改革70周年的压轴巨献，大型舞台剧《舞台姐妹情》也将于本月15日至20日上演于上海逸夫舞台。此次演出是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上海粤剧院、上海新娱乐传媒有限公司、麒麟文化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合作举办的，汇集了上海粤剧界老中青9代演员，浙沪两地粤剧名家共同参与，京昆沪淮华剧评弹艺术家也倾情加盟，堪称一次戏剧界的集体总动员。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粤剧发展的队伍中，粤剧艺术的前景将会更加美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您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